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嘉义市工商发展投资促进会推动家区数位群聚的计划，以 AR 扩增实景来彰显着嘉义市成人街的历史风采，互外地人甲在地人拢会当透过数位科技，看到过去繁华的旧城市。 用手机扫 QR code， 透过 AR 扩增实景体验嘉义市成人街闹热的情景。嘉义市工商发展投资促进会串联23间有风格小店，推出嘉义米价多感，伫电影院办发表会。我们把嘉义的从米街到美街到成人街，真侪故事、真侪店面，一个一个再找回来。 成人街早期有真侪米店被称之为米街，后来有国宝画家林玉山甲雕塑大师卜添生拢伫遮出世，艺术的产业真兴旺。嘉义每街扩大出来的效益充满了未来的希望希望外地游客透过嘉义米街多感，用无共款的旅游方式了解嘉义旧城的历史。 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